后来继续来看桃园市议员王浩宇来压聊，讲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计划要甲台北市长郭文摕来合作，要来卡台北市长的位。但是郭文摕回应讲，伊已经真久无看到黄国昌了。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大概70%还是支持我的，在过去的，我说那基本是这样。本来我们跟时代力量，因为时代力量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支持的政党嘛，所以。本来那个支持者叫 overlap 很厉害。如果他来选台北市长呢？我都还没走，你们就人家我这阿哥的嘴，你们都已经在想了，我实在是。郭文摕也未表态是不是要选总统，但是哪像已经甲第三势力来结名。另外，不断向郭文摕释出着善意的台北市议员张小平，讲要全力来促成着郭台铭甲郭文摕来合作。也毋过郭文摕讲，郭台铭人伫国外是要安怎讲合作呢？郭文摕安尼讲的意思，哪像是无好人会甲郭台铭来会面讲合作？